乡亲啊，来看这个红包袋啊，是拍火兄弟真大的鼓励。高雄一个7岁小男童用注音的写伫红包袋的面顶写讲：多谢阿姐，你的7当前送我的妈妈到病院，我才会当平安来出世。这个红包袋啊，搁内底小男童所欠的钱2000块，讲要请这个消防阿姐来食物件。小男童把这个红包放伫值班台，就赶紧离开了。消防员发现内底有钱，赶紧来退刑。但是对这个小弟弟这份的心意，真感动。谢谢叔叔，在102年9月6号，送妈妈去医院，平安生下了我。把红包顶悬7岁的后生用注音写的字念出来，弟弟是要感谢7当前消防人员送妈妈到病院，可以当平安出世。那个妈妈的状况很紧张，她非常紧张。2013年9月初6迄天，高雄消防局油枪分队接到急闪的救护，当时梯水已经走出来出现水樽，当下的判断就是马上送病院。他就看到那消防车，他几乎每一台消防车他都能认识。弟弟今年已经读国小嘛是真奇妙。自细汉伊就足喜意消防车，厝内底买足侪消防车的佚佗物规工之前，和爸爸妈妈决定讲，把家己平常时欠落来2000块拢捐出来。收红包袋，因为那个红包袋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在。本来这个钱，弟弟是希望讲会当互这个消防人员买物件来食，但是消防人员把现金摕转去，红包袋收落来，这份心意嘛，互因足大的鼓励。